而家等我哋嚟重溫一下搭建竹棚架施工程序嘅重點。竹棚架需由富經驗工友搭建，同埋由合資格人士驗收。有棚子 Form 5之後先至可以使用，同埋每2星期復檢一次。柱、針、駁口長度要超過3條軒嘅距離，同埋至少要有2度拍身。軒嘅駁口長度至少要有2條針距離，枝尾至少要有2度。優質嘅棚架需工整有條理，柱同針要垂直，軒要夠平，冇彎曲同埋大肚，每格距離要相近。喺建築期間，要注意棚架嘅維修同穩固性。棚架上面唔可以擺放過重嘅建築物料，未經許可唔可以拆走拉掹同埋頂竹。棚架上面嘅圍網或者帆布要紮實，唔可以有缺口。維修棚架唔可以直接搭建喺趷雞簷篷上邊，要用9比架承托。拆樓棚高度要保持高過拆卸樓層，要經常修補被打穿嘅帆布同埋鐵皮。參台嘅拖腳撐要紮實，山棚嘅工作台要搭得平穩，招牌棚嘅埋牆拉掹要夠力，別口要向牆同埋紮埋同一方向。紮棚必須要按批准工序進行，唔可以飛觸同破壞任何已經完成嘅裝置。喺棚架上工作，個人安全措施要做好，同埋唔可以破壞棚架嘅任何裝置。承建商要做好監察管理工作，同埋定期收棚，確保棚架安全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